明明成日聽人講樓市跌價，但係你每次去問樓價去睇樓嘅時候呢，又會覺得個樓價好似完全冇跌過，冇咩變化，究竟係咩原因呢？今日 Alex 咧用一條視頻揭露我哋地產行業最唔想公開、最不可告人嘅內幕消息。講句真話，真係唔容易，麻煩大家點個 like 支持一下。而家大家出街睇樓，無論係宣傳講得好筍嘅新盤，定係你網上睇落去性價比好高嘅二手樓，明明你係衝住平價去睇樓嘅，但一到現場問價傾價，即刻覺得完全唔對路啊！好多人疑惑珠海樓價到底有冇跌？我好負責任咁同大家講，珠海嘅房價其實已經跌咗好幾輪。對比市場最巔峰嗰陣，好多板塊、好多樓盤價錢直接劈咗40%以上都有。但奇怪嘅係，普通客去問價，銷售報出嘅價呢，永遠係高高在上。呢中間呢，暗藏超大嘅貓膩啊！而家珠海樓市最大嘅問題就係房價極度唔透明。你網上睇嘅報價、Cap 圖睇嘅價錢，同你親自去售樓部、地產鋪問嘅價錢呢，根本就係兩個世界。以前樓市旺嘅時候呢，10個人搶一間屋，價高者得。而家完全調翻轉，一套樓等緊10個客啊！而家每個新盤、每間二手樓私底下咧都有幾重折扣、暗藏優惠。而家傾價簡直係同國際談判一樣啊！唔會一開波就將個底價曬出嚟，要一分一毫咁樣慢慢磨。如果你唔識傾、唔懂技巧、面皮薄，隨時隔離鄰舍同單位同戶型，人哋買平你幾萬甚至10幾萬啊，完全係常態。所以大家要記住，售樓部嘅報價永遠唔等於真實嘅成交價。但絕大部分買樓嘅朋友呢，根本冇渠道知真底價，到底係2萬定係2萬1，邊個價先係真？你完全冇參考嘅標準。售樓部係睇人報價、睇人放價嘅，你識玩識傾，佢就願意讓價。你唔識又唔問又怕尷尬，就算你講到口都痛，佢都唔會放底價俾你啊！珠海樓市下行呢已經好幾年啦。但係買家業主咧，永遠揾唔到一份真實可信嘅成交參考，就係呢一個巨大嘅信息差，造就咗依家樓市最大嘅隱藏黑幕啊！表面上就話係買家市場客大過天，但實情大部分港澳朋友自住買家根本掌握唔到主動權，所有真實嘅折扣、真實嘅底價，死死拿捏在發展商同銷售嘅手上，有冇暗箱操作？大家自己諗啦。好多朋友就係因為呢個唔透明，怕買貴，怕踩坑，一路猶豫唔敢落手啊！唔緊要，我專門整理咗珠海各大熱門樓盤真實底價、最新成交記錄、優缺點深度分析。想要完整版資料嘅朋友，評論區打3個6或者係私信我逐個發俾你。我係 Alex， 一個敢講真話嘅地產博主，專門幫港澳朋友睇透珠海樓市，避坑慳錢，買得明明白白。咁今期嘅節目又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